2025年9月27號夜晚，鵝頸橋呢間係牛之鍋，食打邊爐。牛之鍋1人1鍋，晚市有呢啲食。1人1鍋嘅呢啲。1人1鍋，有大鍋有細鍋。有3個餐，就6點至到唔知食幾多個鐘啊？好似3個鐘。ABC 23幾至到27幾36幾。我蝦有蜆。呢啲應該全部都係打邊，有聖子蟹，嗰個應該係脆肉鯇，跟住有青口鮑魚、生蠔，請小心魚翅，辣大腸，台灣辣大腸，跟住關東煮。跟住有壽司，呢個唔知咩嘢，台灣嗰啲，有魷魚添，有蝦多士，蜆、雞翼、響鈴、魚皮，有豉油、火鍋豉油、刺身豉油。9個調味葱、辣椒、蒜蓉、麻醬、蒜、芫茜、辣椒油、柚子醋、荷香葱油，跟住仲有菜丸、蓮藕、蘿蔔、蟲草花菇、粟米丸、餐肉、蟹柳菜丸。有薑，有雞蛋、菜、萵筍，好多啦呢度，因為唔好大嘅，應該都係兩個雪櫃仔 ，OK 啦。最後仲有個嘢飲。呢個係蝦多士、餃子同埋魷魚絲加隻蜆。